天后好出品，随意好料理。耶！哇随使今仔日传到这样澎湃，是要做什么料理？你甲看咱传的这条就知了嘛，有像迄个客家的客家小炒，嘿嘿嘿！我感觉这菜贵菜拢啊差不多你差不多。讲咸正啥物件？鱿鱼。对，但是我会记为什么无用鱿鱼，选择用这个花椰菜干呢？你记得你个评看卖。足香的呢，足香的，我唔捌咧批过呢。伊一个足特殊的味，对，甲鱿鱼感觉足香的。啊，而且吼，因为伊这花椰菜干拍过吼，所以伊食起迄口感吼，足有嚼劲的，所以甲鱿鱼足共的。所以咱会惊就卖用鱿鱼，咱就用咱平湖特有的这个花椰菜干来做这个花椰菜干小炒。好。对。你只要我甲你讲吼，因为这个花椰菜干吼出产期吼，差不多连农历的8月。到过当年的3月，所以这个时阵吼，就是花椰菜大出的时阵。花椰菜大出吼，以前咱做个农民吼，就是花椰菜种足多。对。种足多，做一个食袂完啦。就甲下来拍干。对，拍干，拍干，对点就较好保存。对，对，咱随时要食的时拢会使摕出来。你安尼讲，我才想到呢，有时阵朋友来陪我佚佗啊，叫伊炸乌梅仔给回去，都有人炸这。花椰菜干。我讲奇怪，那对朋友回来炸这花椰菜干，原来都是安尼特别无共款。对。哦。而且这了解一项。花椰菜干吼，伊这花椰菜伊是迄个十字花科的嘛，所以伊营养非常好。哦。佮伊内底迄个膳食纤维吼，嘛较多，食嘛足对胃肠嘛足帮助消化。对。啊，这花椰菜干吼，今仔我是用这个烧水落去泡。吼。但是爱记哦，因为花椰菜干咱伫外面咧拍，咱即摆咧拍可能会用一寡迄个用个米苔甲鸡冠嘛。啊，但是鸡冠嘛用呀。但是以前吼，搁较古早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吼，阮阿嬷啦，因咧拍花椰菜干是安尼拍。吊在一个。无，用披伫迄个干嘛加咯。啊，为啊？因为干嘛加你里头拍落干嘛加咯，伊温度足悬的，啊，所以伊变做爱喷嘛，拍好时咧喷，最少一个石啊啦，会扫在内底，石头会扫内底，所以转去哦，咱这花椰菜干一定爱甲水好清气。加洗过了后，再用水落浸。对，一定爱甲洗过。用烧水还是冷水？用烧水会较紧。烧水较紧。对，烧水较紧。不过我感觉好奇的是，水啊，一般像我伫厝里泡这种菜干吼，我就甲倒掉，是安怎你这个水搁留咧？我因为我洗过啊，洗过了，再用烧水，用冷水落水好清气以后，再用烧水落泡。烧水落泡，这色水你睇片就是足大香气。对。等下用这汤来焖啊。看手的时阵。对，咱这个另外咱这豆干本身无味对吧？咱互豆干。食到这个花椰菜干面哇，安尼口感加足好诶。开这香，一个欠香料。而且我讲只啊，咱这迄个花椰菜干吼，硬会当安尼落去炒，嘛会使落控汤。你若先排骨吼，用电锅先甲排骨汤甲控好，了这个掺花椰菜，搁落烧滚者。买使为电锅刷咧，甲水炉顶管咧。掺一撮蚵仔买使。蚵仔。青过蚵仔。你个想嘛，咱像迄个金针排骨的金针排骨汤迄种。迄个道理但是迄香味无共。对，因为这个高丽菜干气味较特别。对，所以伊买使炒，买使煮汤、控汤。有两节你请我甲你考一下，你想看卖。除了花椰菜拍干。搁有啊，伫皮哦，常常买迄个乌梅仔内底就高丽菜干。对，高丽菜干。搁花椰菜干，搁胡啊干。胡啊干，对不？搁红瓜仔嘛会使。红瓜啊。红瓜嘛会使。对。像讲胡啊啦，甲这花椰菜干，甲高丽菜干，拢会使来做料理，还是落去控汤拢会用的。对。因为你菜你材料拢甲备了，过来即摆。迄顺序吼，就是先咱甲煸这个3层的时阵吼，辣油会出来。豆干落啊，个煸好伊个豆干，切芳。安尼口感较好。对。哇，迄豆干咧有够水的，切。对，爱3层吼，开始迄油开始出来啊。油煸出来吼，但是欠香料，蒜头、葱仔白，因为有猪肉吼，姜片，切一丝丝的，唔免做哈。就是切好细细的啊。鸭味。就炒一好欠香者。哇！来，最好，
然后差不多时吼，讲这时阵吼，豆油，咱爱有迄个芳味，就是豆油爱刷这条边，刷条边哦，哦，呛迄个豆油味，豆油香起来。对，好，来，啊，搁有啥？糖，一撮糖，来，咱这花椰菜干下落去。花椰菜干。拄着讲这水唔通拍算。对。咱因为这下囡仔还佫真烧啊，佫真定，所以咱等下吼，这汤落去吼，安尼佫来，互猪肉滚吼，互伊翕差不多翕5分钟至8分钟，互伊规个味拢素做伙。哦，咱尾啊，这个来掺咱对。豆干啊，甲肉拢素着这个花椰菜干的味，哇，安尼足好食呢，唔免流鱼，比流鱼更较好食。对，即摆就互等伊滚，互伊甲规个味拢甲缩好，食入去。哦，迄个香味，规个拢素出来，好，即摆控一困啊，控差不多5分钟、8分钟，哦，你看伊软的程度，差不多的时阵哦，来咱就芹菜啦，哦，芹菜甲辣椒，葱仔尾啦，哦，这先甲掺落，为唔甲遮鲜，咱辣椒莫伤，虽然讲这种辣椒袂咸啦，咱就莫伤沙掺落。好。啊，尾啊来吼，尾啊这辣椒落去，啊来一撮胡椒粉，哦，迄会佫愈香，啊，佫来一撮香油，佫来一撮啊。要起来的时阵，嘿，要起来的时阵，起来的时阵，好，啊个拌落椒，安就使咯吼。好，哇，这味真足香的，哇，对吧？这个。水洗的，是啊，那这有煮安尼？水洗的，迄个阿姊用先帮你迄个鉴定者。无问题啊，这个一定爱的。你边啊，我食花椰菜干，你伫边啊斗传料，这么辛苦着，来我加点肉互你。啊，然后了，迄个口感有无？我拄则了准讲，这个花椰菜干的香味足特别的，啊，你芹菜若落，佫无共，会相加，结果无呢。袂。各人的气味拢袂去相加，啊，步做伙时阵。花椰菜干伊是迄种，迄个，那像咱迄白菜干迄种古早味的香味，啊，迄个芹菜是清芳。对。伊是落去是加分的。加分了，这个肉颠倒更较好食。对。无流鱼比有流鱼更较好食。对。今仔介绍这花椰菜干小炒，希望大家喜欢。